高能量美容儀器其實係咩原理嘅？大部分高能量儀器、希膚雷射、微針射頻等等，都係利用刺激去觸發皮膚自我修復機制。簡單咁講咧，刺激係指用高溫射頻能量等等，令到皮膚咧以為自己受咗損傷，然後啟動修復模式，從而增加膠原蛋白同埋彈性纖維等等增生，達到緊緻、收細毛孔、減淡皺紋等嘅效果。以先死而後生嘅方法去做到效果啦。記住，唔係人人啱做，仲要唔可以長遠咁做。首先有啲人皮膚本身脆弱啦，或者屏障唔穩啦，就好易紅痛反黑啦，甚至損傷更大㗎。而長時間去令個皮膚受損再修復，慢慢皮膚修復會變慢，而且長時間受創會變得脆弱。其實想皮膚好咧，逆齡抗衰老咧可以無創無痛嘅。我哋 Magic Forest 就係以無創無痛去幫助客人達到皮膚改善、逆齡抗衰。唔靠刺激方法都可以養出健康膚質、逆齡顏值。想了解你出面做緊嘅療程係咪高能量？留言想了解，我哋會 DM 幫你解答。